刚好다다방득이다미 야 메린시우도 다지아오는 방자。 好，那个没进来就不管了哦，直接开始了。我们今天要讲到的是一样是名词句型哦，这个直述句、疑问句跟祈使句哦。那我们上次讲到这个格位标记乌鸡鸡，这个也都讲到了，所以我们今天讲到这个第4个无格位标记的。好，一样是名词句型哦。我们进度是在这个中间这个哈，然后我们今天要讲这个无格位标记的。好，那有格位标记的就是前面这个无信息几吗？无信息高固这个哈，我们上次都练习过了。这个名词句型其实还比较简单一点哦。我们就继续往下哈。好，那无格位标记的话，也就是说它不需要，就是我们的句子哦，直述句里面，它就不用格位标记，直接就用，我们今天就用数字的哈，这个直接就是直接讲数字，然后把这个时态放上去就好了。那时态的话，像这个红色标记的这个地方就是讲时态哈。这个时态其实跟我们前面学的都是一模一样哦，直述句。那否定句的话也是一样哦，位置啊其实都差不多。好，那我们这个就看过去，因为照理来说我们练习了那么久，应该都差不多都记起来了哈。我们就直接来看范例。好，待会一样我们就练习6句哈，练习6句。没有进行式，好，反正就是简单式3个，完成式3种这样子。好，那不需要格位标记的话，就是直接把那个数字放上去就好了。像第一个哦，杜萨古瓦猪，哦，那杜萨就是把数字放在后面，然后这个咕后面就是放上主词哈。那这个杜萨古瓦猪哈，中文翻译是狗有2只哈。为什么要用？我先说好了，如果说我翻译哈，我可能不会翻的那么漂亮。狗有2只是我们常说的中文哦。那如果我来翻的话，我会说狗2只这样子，杜萨古瓦猪，它的感觉是像这样子啦，就是可能是那种有点像蛮口语化的哦，杜萨古瓦猪这样哦，就是狗2只这样。那呃，这个有这个部分哦，中文的这个有，其实也是看当时的处境啊，也有可能是要啊，比如说我要买东西，买狗啊，杜萨瓜猪这样，可能狗要2只这样的意思，所以看看那个当时的情况去做翻译哈。那后面这个呢是更顺的中文的翻译哦，有2只狗，这个是比较符合我们说国语的时候比较顺的方式啦。可是如果我又翻回来，我如果把这个有2只狗，我又把它翻回主语的话，就不会变成这个了嘞，就不会变成杜萨古啊，之后可能会翻，嗯伊拉古杜萨阿瓦猪，可能就会变，我就会翻成这样。如果说有2只狗，我就会说伊拉古杜萨阿瓦猪，就会变成这样子哦。所以我们先理解一下哈，就是这个无格位标记的直接放在前面的话哈，这个数字杜萨古瓦猪是很口语化的。那是狗要2只，狗有2只，还是说怎么样呢？就看现场的状况哈。那我们在理解的话，就是说狗2只这样子，那是要杀还是还是要吃，就是看状况。那我们现在的中文翻译就是狗有2只，狗有2只。好，我讲解在
第一句这个讲解的这个我刚刚所讲解的，有明白吗？我先问一下，不明白的举手一下，应该都明白哈。我再说一次因为这个还蛮重要的，就是你看它的中文翻译有两个那这个框框这个有两只狗，是因为中文的话会比较顺，但是我们在理解的时候不要用后面这个，因为这个是修饰过了。为什么不要用它因为我如果从这个有两只狗翻成中文，我就不会翻成这个，我会说伊拉古杜萨阿瓦住，我会变成这样子了。所以我们只要知道说这个是为了好听，那在我们的观念里面，就是说要翻这个杜萨古啊住，就说狗两只这样子。可是狗两只这样，我们好像很少人这样说话嘛。最起码是狗有两只嘛，所以这个是稍微美化一下，就是为了要符合那个中文的情境了，所以就用狗有两只这样子好，这样应该可以听得懂了。我已经尽量去解释了然后第二句一样是过去简单式就是时态那。那杜萨国中文翻译就是这个呢，就翻成曾经或者是原来那其他都一样。杜萨国猪狗有两只，中间就加这个时态这样那杜萨国猪狗曾经有两只，狗原来有两只未来简单式，我先讲我边说就准备句子，然后各位那个我们的学员就边记这个时态的使用方式，稍微记一下好，未来简单式，未来的话就加前面一个杜萨古阿猪杜萨古阿猪，狗将有两只，时态是翻成中文就是将。好，第四句杜萨乌古阿猪，杜萨呼海那个海它的时态是海，那这个是现在完成式杜萨呼，杜萨乌古阿猪这样。那这个估后面这个主格标记，这个格位标记，这个估后面，你可以放普通的名词，也可以放一个子句啦，就是一个我们那个叫做什么？比如说杜萨阿姑啊，住阿姑或者是用描述的也可以，杜萨阿姑啊住，杜萨阿姑住米盖我住一定这样都可以待会你自己去增加，就是主词格位标记、主格标记这个后面。好，那过去完成式 do sa do 已经怎么了这个是稍微要记一下。我们先比较一下那个现在完成式跟过去完成式现在完成就是 do sa hu 还怎么样do sa hu 还有两只这样。杜萨杜已经两只了，然后杜萨杜这个是过去完成式。好，第六句未来完成式跟我们比较一下这个未来简单式杜萨瓜朱这是未来简单，未来完成的话，未来完成式杜萨杜完成式嘛，这个杜杜萨杜。就要两只了杜萨杜就要两只了，好，就这样子，很简单这个是无格位标记的那直接就放上去。那各位你看一下像第二句、第三句跟第六句它并不是数字在前面不过那个是时态那个是时态，它并不是格位标记好，可以那我们现在就来练习那我们就不写了，就按照我们之前的方式就是直接用念的，然后念一遍，然后讲中文，中文翻译这样子。好，
因为这个很简单，然后因为这个时态的部分哦，我们讲蛮久了，所以我给各位挑战一下哈，这样子，这样已经有够意思了啦，对不对？至少还有中文，然后还可以对照位置，这样子，这样大家就比较不会乱掉哈。原本是这样子嘛哈，原本是空空的，现在我们先这样子，我把它这个位置先标好，那中文的翻译先写出来，这样大家就比较不会乱。好，我们待会就用念的哈。好，那个我们给各位一点时间哈，应该不会很难，在1分钟可以吗？1分钟看看谁先来哈。好，可以吗？有没有挂腰？大哥，好，好，可以哈。杜萨古西里，羊有2只，怎么的？哎，那杜萨古西里，狗原来有2只，啊不，羊原来有2只，哎，啊杜萨古西里，狗将有2只，杜萨古西里，羊还有2只，杜萨杜古西里，羊已经有2只了，啊杜萨杜古西里，羊就要有2只了。好，谢谢巴路，一直想到我做，因为你在看那个对不对？你在看这个慢是不是？你在看这个马拉顿要我做。哦，好，那个对，就照那个把路这样子哦。我其实也是怕大家乱掉，因为有6个时态嘛，所以把这架构先放着，这样至少练习一下这样。好，马六吉巴路吉马杜，那个杜萨个，Tusa, asa，是努古了哈， sai. 哎， Limagwaya, 其 Kako, 实哎，其实哎，多鲁古娃娃，3个小孩。那多鲁古娃娃，小孩曾经原来有3个。啊，多鲁古娃娃，小孩将有3个。多鲁古娃娃，小孩还有3个。多鲁古娃娃，小孩已经有3个了。阿多鲁多古娃娃，小孩将要有3个了。好，谢谢努古。好，大概是这样子啦。其实很简单的句子，我们练习的时候就把那个重点哦，就是说这个时态啦，先把它早一点背起来，这样子。那后面要怎么用漂亮，以后再说，这样子。好，答，吉马杜，去秀兰姐了吗？好，Tusa ku ungay Tusa ku salu， 猴子有2只。那 Tusa ku salu， 猴子曾经有2只。Tusa ku salu， 猴子将有2只。Tusa ho ku salu， 猴子还有2只。Tusa tu ku salu， 猴子已经有2只了。杜萨杜古萨路，猴子就要有2只了。好，以上。好，
我刚刚用瓦住哦，你们都一直用动物这样子哦。你可以说以上以上都可以啊，发黑也可以啊。好，谢谢秀兰姐。然后接下来是fafayan tusak fafay tuluk fafay 我哈，可不可以？ Wah, wata kalau mau wah, wah, ta. 好，金马兔 Lima-lima kali. 可以了，你可以有了。 Suka ya, suka ya. 换那个谁 ，Alex 有来吗？好，Alex 有来。Dulu Wikisan 手机有3只，那 Dulu Wikisan 手机曾经有3只，Dulu Wikisan 手机将有3只，再来是 Dulu Wikisan 手机还有3只 ，Dulu Wikisan 手机已经有3只了。Dulu Wikisan 手机就要有3只了。好，谢谢 Alex。Alex， 我想要问一下哈，Wikisan 你是从哪里？ Wikisan 是那个从喜布拉告喜系那边偷学过来的。哦，可是你没有讲完整诶，因为那个 Wikisan 是形容那只手机，这是 Wikit 就是携带嘛。哦，是这样。所以那个 Wikisan 手机是行动电话啦。就是 Wikisan 电话这样，可能后面还要加那个呢。要加电话哦，好。对，因为前面那个是携带的 Wikisan 就是携带的东西，然后那个东西是指后面那个 Wikisan 电话就是所携带的那个电话，就是手机嘛，携带型的这样子。好，Wikisan 电话。对，应该是要这样子啦，因为 Wikisan 可以指任何东西哦，像我们的麦克风啊，不是有线的吗？如果无线的你怎么办？还是叫它 Wikisan 吗？对，可能就要变成 Wikisan 麦克风可能就要变成这样子，变无线的，对，所以对无线的，稍微提醒一下哈。还提醒，现在有很多变成无线的那个，蓝牙耳机啊。就只要那个 Wikisan 就是携带型的什么东西这样，在后面那个东西要讲一下这样子。好，大概是这样子哈。所以这个也蛮简单的，看来大家那个时态好像应该是越来越熟了哦。就是重点一样了，我提醒一下，那个我们的重点就是那个时态，就是然后怎么翻这样子哈。这2个时态是哪一些？然后中文翻译怎么翻这样子。好，我们就往下哈。好，那刚刚是直述句嘛，然后我们现在就把直述句变成否定句就好了。加否定词这样子。那加上否定词的话，有一些要变化嘛哈。那其实我相信大家还是不熟练的。我们看一下哈，我直接念就好了。刚刚是读萨古瓦住哈，如果是否定的话，就变成这个否定词在前面加 I， 然后那个数字的前面加嘎，然后各位看一下哈，它是合在一起的，嘎读萨这样，它是合在一起的字。这边中间有一横啊。这 I 嘎读萨那个嘎读萨，如果我们在书写的时候，就可能要合在一起。那如果是平常的书写就不要用一横了，主要是要去标示说它是构词出来的哈，不能讲构词啦，因为这个不是前缀，它是时态哦，但是它是合在一起的，所以就没有。刚刚是有现在就没有。好，过去简单式一样放在哪里呢？那的后面啊，这个否定词
本来是拿杜萨古瓦住，对不对？狗曾经有2只，那杜萨那在埃嘎杜萨，所以我们直接比较哈，我先不要念，我们直接比较这个杜萨这个数字，全部都是前面加嘎这样子合在一起，然后那现在就是只有过去简单式的那是放在前面的，其他全部都是否定词放在前面，然后再把那个这个时态再放上去哈。好，我们看第2句哈，过去简单式，那在埃嘎杜萨古瓦住哦，那在埃嘎杜萨古穆哈哈古这样也可以哈，对不对？好，未来简单式哈，本来是杜萨古瓦住哦，狗将有2只，对不对？杜萨古瓦住古，狗将会有2只杜萨古瓦住，否定呢，在埃哦，在埃嘎杜萨古瓦住哦，在埃嘎杜萨，我边念边背哈。好，第4句现在完成式哈，一样否定词在前面，在埃胡嘎杜萨古瓦住，肯定句的话是杜萨乌古瓦住，对不对？杜萨乌数字在前面，杜萨乌古瓦住狗还有2只，杜萨乌古瓦住没有的话呢，在埃后嘎杜萨拉到前面去哈，在埃后嘎杜萨古瓦住狗还没有2只。好，过去完成式，肯定句的话，杜萨杜没有，杜萨杜古瓦住狗已经2只了，这是肯定句嘛？肯定的直述句。杜萨杜古瓦住，否定句呢？在埃杜嘎杜萨古瓦住狗已经没有2只了，在埃杜嘎杜萨古瓦住可能被偷了哈，本来就是2只嘛，现在没有2只了。在杜嘎杜萨古瓦住，好，未来完成式，在杜嘎杜萨古瓦住，在杜好，在杜这个也不会很绕口了，在杜嘎杜萨古瓦住，狗就要没有2只了，好，所以这个未来完成式这个在杜嘎杜萨古瓦住，其实现在还是2只哦，直接还没到而已。就要没有2只了，这样可能要被人家领养1只，我们就可以讲这一句：在多阿嘎杜萨古瓦佐阿古，就要准备没有2只了，狗就要没有2只了。在多阿嘎杜萨古瓦佐阿古，好，记起来了吗？可以用刚刚的啦，然后加上否定词就好了。好，那我一样就是用是刚刚的方式这样子，这样已经很够意思了不会很难，把你的那个主词放上去就好了。好，我们就按照刚刚的顺序啦，把 Ruth 先嘛，然后第2个 Nugul 了，然后是秀兰姐，然后再来是 Alex， 可以吗？把 Ruth 咋？能不能咋？Sakit ka nga kung papahayo kumatinay katalawan. Sai katusa ku kulung. 牛没有2只，怎么的？怎么？那在katusa ku kulung。牛原来没有2只。Saya katusa ku kulung。牛将没有2只。Saya katusa ku kulung。牛还没有2只。
在后嘎杜萨咕咕隆，牛已经没有2只了。过去完成式，哎，在完成呢，那再度啊，哎，再度嘎杜萨咕咕隆，牛已经没有2只了。这改过来的。还第六句，再度阿嘎杜萨咕咕隆，牛就要没有2只了。哎怎么走？哎，我他妈都，哎，我刚刚没有把这个了放上去哈。好，这努库多，哎，来，老师可以先翻一下吗？看一下。好，没过了，我反耐看我们反耐。你要这个否定的还是肯定的？否定啊，否定啊，当然还没有是背起来哈。好。这个反正哈，你看到那个只有第二句是拉放在前面，这个时态好，全部都是在爱这样子。嗯然后未来式的话也来过啊，神来有没有？嗯，好，来着，那么着，在个嘟噜古娃娃，小孩没有3个。嗯，那在个嘟噜古娃娃，小孩曾经没有3个。来也可以，在个在啊，啊是这句，在个啊，在啊，嘎杜萨，嘎多鲁古娃娃，那个啊是不是在嘎的前面？来在啊在啊，嘎杜萨，嘎多鲁古娃娃，小孩将没有3个。在后嘎多鲁古娃娃，小孩还没有3个。来在在乎嘎多鲁古娃娃，小孩还没有3个。在都嘎多鲁古娃娃，小孩已经没有3个了。在都啊嘎多鲁古娃娃，小孩就要没有3个了。好，谢谢否定哦。好，刚刚那个苏璇老师有提醒哦，人跟那个动物不一样哦，人好像要加那个对不对？要加加那个 ca 就是从父子音加母音，这个我还记得吗？如果是就是这个，我们看那个讯息栏哦，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到，就是苏贤 PO 的，哎，哎，就是在嘎达杜鲁古娃娃，然后是从父子音加母音哈，因为嗯这个我们也不太习惯啊，不是不太习惯了，因为我们因为你们都会讲，所以有时候就会很随性的讲出来啊，其实都听得懂，但是因为我们是在学习嘛，所以有一些规则，我们就按照那个规则这样。其实我也会啊，我自己也有很多坏习惯，就是很口语化的。所以刚刚苏贤这样讲，我就要想起来哦。像就很简单，就是应该都知道了，就是重复子音加母音这样子哈。哒兹在哒杜萨哒杜鲁萨斯巴拉里玛有没有？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哈。重来吗？啊，不用，我只是提醒而已。因为你刚刚，因为呀，米沙兰水好你有单挑的啦，啊，如果有动物就不用了，或者是东西也不用了。满字啦，哎，满字动物呢？好，人的话可能就是要稍微注意一下这样子。4840 55 san mana itu 6 ka. 6
恩哎啊啊嗯就好了哈。恩了吗？哎，嗯，好，换谢谢老师。秀兰姐了。好，秀兰姐，那就秀兰姐还没有听到嘛，那就换那个好了，Alex 先好了。はい好好好，我有，我刚刚哦，挂掉。没有听到。好好好好，来， ，OK，好。好，在咖喱嘛古电脑，电脑没有舞台了。那在咖喱嘛古电脑，电脑曾经没有舞台。在咖喱嘛古电脑，电脑将没有舞台。在后咖喱嘛古电脑，电脑还没有舞台。在多咖喱嘛古电脑，电脑已经没有舞台了。在多咖喱嘛古电脑，电脑就要没有舞台了。好，谢以上谢秀兰姐。嗯秀兰姐，我想要问一下哈，嗯，像那个你刚刚的那个电脑，你再发音一下，你再念一次电脑电脑。电脑，如果哎，这个发音你写得出来吗？我写得出来啊你可不可以，T 写 E 写看？ N G T E N G N A W， 我 TMG 还是这里不，因为 TIMG？我哎，T 可 N G 是啊，电你们脑啊，的那个应该是 是 T，应 L，该是 TING 有电脑。电脑啊，T E 啊 N 你 G 你的那个是 N 发，A W， 嘿，电脑可是哎，男士的那个母音那个A B C D E 那个是怎么发啊，啊？对啊，应该是我们是念应该是电啊，等闹啊。那应该是电脑电脑。电脑电脑吗？还是电脑？应该是丁闹，应该是电脑 因为像那 TING。个其实我之前有问过哈，有两种发音了，一个是电脑跟电脑，一个就是直接，直接但是电脑这样子啊、对直接电脑，可是我不知道电脑中文是不是要直接写中文，可是如果写主语的话哈，就要用我们原本的那个子母音的那个规范去写，所以电脑号。如果你用 T 哦，就不是念点闹了，就变成念什么？等闹了，闹对啊，电脑就变成等闹了。所以刚刚白露讲的对啊，是 TING 啦。TING 电脑丁电脑电还有脑电脑。就会变成这样子。电脑，嗯，那个丁闹好像又跟那个中文的有一点差别，对不对？所以就两种，就是看是直接讲电脑，啊，那三个帮站，你们就是变成顶闹，电脑哎，电脑不是电脑哦，电脑因为我之前有问过老师，他说要么就直接讲国语，电脑国语，哦，哎，读三个电啊，脑这样，嗯，再一个读哦，三个电脑这样，那个大家知道你讲的是国语，可是你要用母语发音，就要变成顶闹，就变成这样子，电脑，脑。哎，电脑，好，大概是这样的，哎，提谢谢，醒一下就好，好。接下来换 Alex。はい。在加多罗古维基山电话，这样吗？手机没有3只。那在加多罗古维基山电话，手机原来曾经没有3只。在加多罗古维基山电话，手机将没有3只。在后加多罗古维基山电话，手机还没有3只。在多加多罗古维基山电话，手机已经没有3只了。在多加多罗古维基山电话，手机就要没有3只了。好，谢谢 Alex。这个电脑电话也是一样的那个问题啊。不过像刚刚那个
Alex 的发音是有对了，不过那个语气而已。我刚忘了你那个，像如果丁哇有没有？你刚刚是怎么讲？我给下定瓦，定哇哦。日文，如果说他是讲日文，日文的音哈，哎丁哇，可能会这样会好一点。然后如果是秀姑兰溪，可能它后面会加那个打扰眉毛，丁哇这样。停一下，停，对，丁哇这样子，丁哇。在那定瓦这样。秀姑兰的话就变这样子。哦，顶那，阿里老古修古兰。可是那个丁哇这样子，我觉得其实朱清义老师他强调的那个，其实还是有道理的，因为仔细去听，仔细去想，那个有一些像那个妈妈，确实有那个音是有那个音，所以对呀，娃娃也有。但是我不知道像那个负责海岸的那个，看他们决定吧，因为目前好像海岸就是说是把它省略掉嘛。所以如果看看以后他们会不会改。Raw sa na ito community. Ilaw kalaw, ilaw tungaw, wata. 好，等一下，不要抱怨哦。好，这个是刚刚是这个哈否定句。好，祈使句的话就3个，一样我们就用刚刚的哈，反正都没有进行式了。那祈使句的话就是嘎杜萨啊，前时态嘎，然后现在完成是嘎杜萨乌哦，还这样子。然后未来完成是嘎杜萨杜哈，我们来比较一下哈，直接这样子。那这个是很简单的啦。那会这样讲表示，比如说我跟巴洛讲说嘎杜萨，那表示你知道我在讲什么了。通常才会这样讲话。哦，就是你知道我讲的那个2个到底是什么。哦，所以我们说话就会变得很缩短这样子。那如果说你少了那个2个到底是2个什么？那后面就要加嘛。嘎杜萨过瓦住，要看当时了，要看当时的状态。那所以会讲这样的话，就是说我跟你说话的那个人知道是干嘛这样子，才会讲才会这样讲话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哦。现在简单式，这个都是祈使句哦，就是命令的。所以跟我对话的那个人，就是我跟他讲话的那个，就是我命令他的那个人啊。嘎杜萨，如果我跟巴路说话，嘎杜萨那个意思就是说拜托2个这样哦。那这个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备注了，这个还是要看，就是说依照这个情境去使用那个中文翻译，哦，就看看当下的到底你是要表达什么，然后中文再翻这样子。所以有时候我们如果没有那个情境哦，直接翻中文，人家会有疑问。你怎么会翻拜托？这边嘎杜萨怎么会拜托？人家可能会这样有疑问啊。可是重点就是说要有情境啦，使用当下的情境，然后再来翻，看是要用哪一个拜托，还是绝对要、一定要等等的语气哈，不一定是只有这3个哦。只要是命令的，只要你能想得到中文的表示方法是表示那种命令的的祈使句的都可以使用。那这些像中文的话，拜托啦，拜托，必须，绝对，一定要这个都是在现在简单式里面可以使用的这个祈使句的翻译方法。好，所以我们来看都是那个数字前面加嘎就对了。那我先说一下哈，这个祈使句我们之前也有上过嘛，就是
也可以用那个后面加 en 啊，读萨 n 这个也是哦，这也是祈使句哈，读萨或者读萨 n 哦，这个祈使句会有2个方法，前面加嘎哦，或者是说后面加 n 的。那我们这个就是我们就练习数字前面加嘎的哦就好了。好，嘎读萨就是拜托2个，那这个给也就是说，就是说还是一样是现当下的处境啦，哦，不一定是给嘛，有时候你把速度秒在都滴滴里，你说要2块啊，那个也是给了，就是说，噶杜萨古斯得了，比如说，好，你把速像丰年祭不是要你把速吗？把速哎花费啊，嘎杜萨哎，有可能是杀2个，拜托杀2只这样。哎啊，对，是所以要看那个当下的情况哈，我们大概知道就好了。哎，噶那杜萨，待会杜萨我们待会你就看自己去想那个状况，然后自己去翻那个中文这样子哈。然后我把它念完哈。嘎杜萨就是拜托2个，嘎杜萨乌那个乌就是先啊，先给2个，拜托先给2个，嘎杜萨乌。好，这个是现在完成式，第3个未来完成式哈。嘎杜萨杜，拜托再2个，嘎杜萨杜，嘎杜萨乌。其实那个呼的比较明显，感觉上比较明显。一般来说，那个有呼的哦，都是先干嘛，先干嘛这样，或者是还这样子，还要干嘛？呼哦，好，这个是中文翻译的方式哈。那我们就我给各位好看2眼哦。那我们来看一看哦，这个因为这个太简单了。那个呼后面可以加咕吗？除非你要加东西啊，还有呢，来啊，噶古盖啊，对，附送好3句哈，阿美族语，然后中文这样。噶杜萨古辛布吉，拜托2台电风扇，嘛，对不对？哎，对对对对，噶杜萨古辛布吉，拜托先给2个电风扇。对。噶杜萨杜古辛布吉，拜托再给2个电风扇。等等，那怎么哎，里面附送3句啊？有啊，3句了。好，哎，马达马多，你看啊，嗯，你刚刚说在杜萨杜，我们就翻成在。还噶杜萨再给杜古辛布吉，那这拜托个拜托再给2个电风扇。辛布吉是电风扇的，哎，这个是日语的介词，是哎，吗？好，也不知道是不是日语啦，可能在比跟这个姑娘嘛大赛一直讲，我就一直跟，哎，我们也是讲新不 k 啊。哎，辛布吉，好，这残るとさ，来，来给你看一下吗？好看一下，呼都先在这样现在啊，可以哈。好，可以。カリマをさしく、カリマを中文さしく、中文，カリマ、カリマをさしく，扫把5个。拜托，我忘记讲，拜托扫把给5因为个。如果你说扫把5个，就变成刚刚这个呢，哎，这个拜这个，托扫把给5个。因为你没有命令的那个语气啊，嗯，所以你变成这个了。嗯，现在我们要练习的是这个
这个祈使句嘛，还祈使句不一定是拜托了。哦，如果你要很强烈的话，就必须嘛，必须给2个这样。必须这样。是吧？我的行祈使句哦，就是有命令的那个感觉哦。好，啊，第几句了？这个都是要等。第2句吗？来， terus kalimat ko sasik 我啥些？扫把美，什么？你不要讲话。kalimat ko sasik 中文拜托5个扫把，来，哎，像这个可能就是拜托拿5个扫把，对不对？哎，可能拜托拿5个扫把。可能是这个感觉了，对。 kalimat ko sasik kalimat ko sasik 拜托拿，哎，先来拜托先拿哎5只扫把，哎，哎，kalimat ko sasik 扫把再拿5个，人家拜托，未来完成式是哎，拜托扫把再拿，因为再你因为如果你的所以我一中文直在想，如果你的中文没有这些的话，就变成简单句了，这个就不是祈使句了。嗯，哎，因为我一直在想后面那个数字，所以我就会忘记前面的那个，会被那个中文我了呀，哎呀，搞哎呀，乱，会被中文搞乱。那我来问一下哈，嗯我当跳个就像刚刚那个，哦比如说拜托2个人，因为我打压给了海，我要找人手嘛，拜嗯，托2个人给我啊，我当 Satu 跳个， sapu tamsau. kata tusa aku tansau. 哎，对对对，要一样那个，像那个朱贤说的， Satu sapu mamataya atamsau. 可是我当跳给了，要有那 Kata 个 tusa aku tansau amat tayal. 要有那个叫做什么 Satu CA 重复那个，哎 satu sapu tamsau. 哎，拜 Kami 托 asik. Mga itu. 给2个人。或者是我们中文翻译就可以讲，拜托过来2个，嗯对，就是努后拉嘛，拜托过来2个来打扫。嗯所以就像我刚刚说的，就是按照你想要的那个情境翻译嘛，哈，不一定是说给了。那这个拜托是强调那个语气，哦，那个中文翻译就是按照当下的，看看你要干嘛，哦，好的。生肖了解。不一定是只有给哈，而是说你要干嘛，要做什么事这样。拜托杀2只这样也可以啊，对不对？卡杜萨古我住，杀2只狗这样。Kata tusa aku 嗯， kata tusa aku tansau mi urung tu aku. 哎，努祈使句你要讲那么多吗？ Agak tu. 对啊，因为祈使句就是你你要命令人的，命令人一般都是越短越好嘛，对不对？那可是像刚刚巴路说的，他其实他也是那个祈使句啦，可是因为可能人家还不知道你要干嘛嘛，所以你要先讲。对啊，那么反正都啦，比要求一说，如果是当下的情境呢，麻烦那都就直接讲这种方式了，对不对？哎， kata tusa aku tansau hanya satu 就这样而已，就简单了。对对对对。我同好，全部都去。哎，刚刚是谁？刚刚是努库罗。哎，秀兰姐了，秀兰姐了。哎，哎，嘎杜洛多过一只，再给3个槟榔。老师，如果又加上那个什么嘎杜沙恩可以吗？不用啊，因为它是2个不一样的。不过你的那个哈，你的没有那个没有祈使句。这样子哦，那个恩就不用了哈。因为杜沙恩跟那个嘎杜萨是一样的意思。
是哦所以对就不用加 n， 嘎杜萨哦就好了，或者杜嘎杜萨萨 n， 古或是杜萨 n 这样也可以，就是分开了，分开。好，哎，然后嘎但是杜萨你的中文翻译要有那个有那嗯个起始的语句哦，语气哦。好，嘎杜萨古一这，再给2个槟榔。拜托，嘎杜必须。萨后，你的中文，你的中文，哎，我刚刚讲再给可以吗？啊？你会，如果你用再给，会跟这个会搞混。第3个，是哦，因为它没好，有在，那我就用这个好了。那个在是嘎杜萨杜，有没有在？嗯，那个拜托先给2个嘎杜萨乌，嘎杜萨杜是在，哦，嗯，所以它有未来的那个感觉嘛。如果但是你刚刚是简单句的话，嘎杜萨古一这拜托哈，或者是绝对，或者是一定要给2个，就是要有这个语气了哈。好，是吧？好，嘎杜萨古一这，拜托给2个槟榔。哎，嘎杜萨后古一这，拜托先给2个槟榔。哎，嘎杜萨杜古一这，拜托再给2个槟榔。哎，好，谢谢尤兰姐。接下来是 Alex。嘎摩德古瓦嫩，拜托给10颗糖。嘎摩德后古瓦嫩，拜托先给10颗糖。嘎摩德多古瓦嫩，拜托再给10颗糖。好，谢谢 Alex。哦，这个其实好，瓦嫩过大那的，我说瓦嫩，哎，瓦嫩这个要怎么分？其实像那个 Alex，我来说一下哈。通常那个瓦嫩啊，瓦嫩这个糖，你说的糖是要煮菜的啦，糖吗？哦，是小孩吃的黑那个。糖跟砂糖那种的。如果要吃的哈，嗯如果要吃的话哈，嗯我们会说我萨，哦大，或者是嘎西哦啥？我们的是讲 Beyond，一样啊， Beyond 对。哎，我们的是讲 Beyond。那像那个瓦嫩，有瓦嫩，我们通常是讲那个黑糖。哦，嗯，那就是食材的话是瓦嫩，然后那个已经成型的那个甜食就是哦结块那个嘎是西嘎西嘎西哦，嘎西是日文嘛？还有一个就是像那个我萨也可以，我萨的话像我们是讲那个蜜嘛。哦，是蜜。哎，所以瓦嫩的话好像比较不适合。哦，所以我讲嘎摩的古欧夏这样子。对。哦，好，知道了。但是这个，因为我们刚刚是起始句嘛，因为你后面都没有解释嘛，所以其实可不可以？其实也是可以。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就是说，如果你后面表明的是给小孩子吃的，那就不能用瓦嫩了，一定要是那个嘎西或者是我萨这样。好，对，因为像我们刚刚的起始句很简单，有可能你是要煮菜啊，或者是那个瓦嫩可以用那个什么，我们乡下都是用那个吃独论的时候，我们小时候啊，吃独论的时候也会沾那个瓦嫩，哎，那个黑糖或者说红糖或者是黑糖，哎，我们说哎呀瓦嫩，哎呦，你是别个都。Sepitas turun 这样子，我们小时候都这样吃啊。对啊，哎，如果你是要这种感觉哦，就是说你是那种感觉，可是我也不知道你的状况嘛，所以你自己知道就好了。对。好的，行。所以你刚刚讲的那个哦，也不能说错了。因为后面就是说，因为你没有解释是要干嘛嘛。没有，我上比较准确啊。
或上或调所以戏，你已经有那个感觉，就是说对，就是你要给小孩吃这样的哦那个， ，OK，好好，比较准确。了解。好，那55分，我们先休息好不好？我们8:05再你继续上。带来一个姑娘实习。好，我们8:06啊，现在56，8:06我们再继续上哈，我们先休息一下。来的。好。
哦，我们再继续啊，8:06了哈。我们刚刚都轮掉了嘛哈，那我们就继续往下哈。好，刚刚是祈使句的肯定句哈，那我们现在是否定句，也是一样。那我们看一下啦，比较一下。嘎杜萨，刚刚是嘎杜萨，嘎杜萨呼，嘎杜萨杜，如果是否定句呢，加阿嘎祈使句的话的否定词就是阿嘎，如果是直述句的话是在爱这个稍微分辨一下阿嘎，其实阿嘎它比较强烈就是不要的意思。阿嘎嘎杜萨，然后现在完成式阿嘎后嘎杜萨，未来完成式阿嘎杜嘎杜萨，所以其实那个数字前面一样都没变，就是前面都加上嘎，然后祈使句或者是否定句都是一样的好，我们来看范例哈，这个是跟刚刚的一样，只是加了不要而已了。阿嘎嘎杜萨，拜托不要2个。阿嘎后嘎杜萨，拜托不要先2个，拜托不要先给2个。未来完成是阿嘎杜嘎杜萨，阿嘎杜嘎杜萨，拜托不要又好，这个其实也是为了要中文上的顺畅啊，所以可能我们还是要稍微小记一下哈。我们来看一下，像肯定句的话，杜萨杜拜托再有没有？它是用再，拜托再给2个。那如果否定句呢？阿卡杜嘎杜萨，拜托不要先看一下不要又了，不要又再，不要拜托不要再2个，其实也是可以哦。拜托不要再给2个，拜托不要又2个，好像这个又会比较顺因为它在未来完成式里面的话，拜托不要又2个，可能要用又的会比较好一点。好，那一样啊，就是用刚刚你们的这个使用过的肯定句祈使句加否定词就好了好，那我们就来试试看。一样啊，我们按照顺序了过多嘞。哎，杜萨嘛，我唔发咧，但我比其他也可以了，你可以换啊，你可以换。我好。哎，阿嘎嘎少不，拜托不要聚会。阿嘎嘎少不，拜托不要先聚会。阿嘎杜嘎少不，拜托不要又聚会。好，可以了。不过因为我们主要讲的是那个啦，这个像先谢谢保鲁总，那个其实没问题了，你讲的这个没问题。主要是我们讲的是命令式嘛，命令式那个。命令式。那主要是因为我们要讲的是没有格位标记，而是从这个，那是我们从这边开始嘛，直述句。我们一样用数字了。好，像因为这个像你刚刚用那个扫布有没有？会
怎么讲？因为我这边没有讲到你的那个构词，因为你看哦，你有你的撒布，聚集聚会，它的前缀是什么？前缀阿嘎，不要哎，这是构词吗？好像不是构词哦。阿嘎嘎沙布，撒布，嗯，好，等一下哦，阿嘎嘎，你刚刚说阿嘎嘎撒布哦，哎，我想一下哦，撒布，因为这个有一点麻烦，因为保罗像我们说那个撒乌布那个，它的词根是乌布，词根是乌布，就是没有没有，重叠的意思，所以撒乌布说那个沙是前缀，阿嘎嘎沙布，对，因为我们刚刚没有，就是我这边就是我这边的范例哈、不适合用你那个，你那个讲的是对的，可是我现在讲的是这个，就是直接数字加上，就是我们使用数字啦。那这是因为我前面用那个嘛，我们刚刚要讲解说无格位标记的，所以我们就用数字嘛，所以我们后面全部用数字。哎啦，对，那因为你那个你刚讲的是完全正确的哦，只是跟这个范例比较没有关系哈、哦。哎啦，有关系的是说它是祈使句是没问题，哎不过因为阿嘎嘎撒乌布，你那个撒乌布它是构词，哎，乌布本来是重叠嘛，然后所以那个撒乌布完的就是你把它集合在一起，情绪，所以它有那个前缀沙这样子。不过这个因为要讲解，所以我觉得就比较不适合在这边用。因为喊下来，伊拉好个一个啦，还就是就是说我这个还要去讲解了，但是因哎，为我们要练习这个，我们要对，练习伊拉好的这个，个一个啦呀，啥说了呢？哎，所以你那个后面可能会有，哦，哎，好，好，紧麦豆，我们先用那个数字好了啦，先不要那么麻烦哦。如果嗨，好，阿嘎嘎达多鲁不当道，拜托不要伤个人。阿嘎吼嘎达多鲁不当道，拜托不要先伤个人。阿嘎多嘎达多鲁不当道，拜托不要又伤个人。来，好，谢谢努固了哈。其实像这个，我刚刚有想到这个，其实常常讲的阿嘎嘎达杜萨。阿嘎嘎达杜萨就是可能就是说不要并排走路之类的了哈。这个就常常讲。好，我们再请这个秀兰姐。嗨，阿嘎嘎阿嘎嘎里曼果萨木棍，拜托不要拜托不要给5个铁锤。阿嘎吼嘎里曼果萨木棍，拜托不要先给5个萨木棍。萨木棍是铁锤。阿嘎杜嘎里曼果萨木棍。拜托不要又给5个，那个什么，铁锤，嘿嘿嘿，好，谢谢秀兰姐。哎，好，来，接着换 Alex。哎，阿嘎嘎只在果嘎西，拜托不要给1颗糖。阿嘎吼嘎只在果嘎西，拜托不要先给1颗糖。
阿嘎多嘎子在古嘎西，拜托不要又给一颗糖。好，谢谢 Alex。好，那这个是否定词的哦，否定句就是祈使句的否定形式哦。好，那我们接下来就往下了哈。所以这个名词句型的这个无格位标记的时态哈，这个叫格位标记时态嘛。这个格位标记时态，也就是说这个时态是在跟着这个格位标记做改变的哈。那我们刚刚是在这里无格位标记的哈。那我们接下来就是应该是第3单元了。好，所以我们现在就在这里了哈。第3单元，好，是一般问句。那下面这个呢，吉玛、比娜、巴比娜、阿瓜、阿朱啊，那个哈，都是疑问词啊，是疑问词时态。所以我们待会一样都是时态哈，7个时态。那一样就是从这个时态，就是跟着这个疑问词改变哈。我们来直接看，好，疑问句哈，第一个，一样是6个时态哈，所以没有进行式。那简单是3个，完成是3个哈。吉玛啊，现在简单是吉玛。我们先看一下，所以那个时态都一样好啊。那吉玛过去简单，未来简单啊吉玛好，那我现在完成呢？现在完成是吉玛呼，过去完成是吉玛度，未来完成是啊吉玛度哦，都一样对不对？所以那个时态都一样。好，那我们直接来看例句。吉玛吉苏，吉玛金了啊，你是谁？他是谁？吉玛公刚刚你说的都一样了哈。吉玛是疑问句嘛，疑问词。好，这个是现在简单式。如果是过去简单呢？就这样加这个时态。那吉玛吉苏，你原来是谁？好，那吉玛吉苏，你本来是谁也可以啊。你原来是谁？你曾经是谁？好像也可以哈。那可能就是我们就简单一点哈，你原来是谁？那会使用这样的问法哈，这个就要自己去想那个情境了。本来比如说像啊，如果说我们阿美族有演那个电视剧的话，然后演那个什么，演那个间谍的，有没有？然后他被抓了。啊，请马吉苏，对，你原来是谁？你的原来的身份是谁？这样可能就会讲到这一句，对不对？所以那个我们要自己发挥想象力，自己去找那个情境。因为如果我们不想那个情境啊，我们会讲，你原来是谁？你会说有人这样讲话的吗？有啦，就是要看什么样的状况了哦。那我刚刚讲的这个状况就是这样子哦。你可能是一个间谍，然后被我抓到了啊。那请马吉苏，你本来是谁？你原来是谁？身份是谁？这样子。好，未来简单是阿基马吉苏。好，你将是谁？我后面就不解释了，就是你自己去想那个状况了。那我们的重点就是时态，我们的重点就是时态的中文翻译要怎么翻，这样子。好，阿基马吉苏，你将是谁？好，未来简单是，现在完成式。吉马乌吉苏，你还是谁？哦，你还用还哈？你还是谁？吉马乌吉苏。过去完成式呢？吉马杜吉苏，你已经是谁了？哦，吉马杜吉苏，你已经是谁了？这个就好像那个，现在不是有那个，我们桃园市不是要演那个什么族语戏剧竞赛吗？哦，那大家的角色都会换嘛。有时候第一幕啊，金马古身份你是金马吉苏讲啊，金马杜吉苏，你现在是演谁？你已经是谁了？这样，大概是这个意思哈。好，未来完成是啊，金马杜吉苏，你就要是谁了？
好，那这个中文的翻译哈，其实我们从以前我们所做的这个范例，好像有几个都会有一点变哈，像那个这个那这个地方，我们有时候会就不同，可能是过，或者是右，或者是说了，有没有？第二个都会变嘛。还有一个就是像第五个，不是第四个也是有时候会按照那个我们中文的那种比较顺的方式去解释它所以会有一点小小改变。不过大概理解那个意思就好了。好，这个其实也很简单吉嘛，疑问词问谁这样子。那所以我们待会也是一样我们就也是用吉嘛的，那后面就是随便你要怎么讲那我现在规定好了，因为这个级数我已经用了那你们换别的，看看能不能想到别的方式好，来6句bagus payah。Harap tengah aku. 我乖呀， Anak 好， kaya 那 na. 好，能够先哎要这样吗？还是先这样子好了。哎，先这样好，今嘛公嗨，情人是谁？可以。今嘛公嗨，情人原来是谁？今嘛公嗨，情人将是谁？今嘛公嗨，情人还是谁？今嘛都公嗨，情人已经是谁？今嘛都公嗨，情人就要是谁了呢？也可以，对，也是啊，对啊，对。Asyik kurang le. 这样比较有那个画面呢。对，加了呢就比较更强调了。对，哎，其实可以了，像其实那个中文的话问句的话应该都要有呢啦，中文的话，有问句的话应该是要有呢了。你是谁呢？可能。好，这个我下次再加个呢好，谢谢 Nukul。好，换秀兰姐。好，今晚古一当一书，今晚古早外一书，你的朋友是谁？那今晚古早外一书，你的朋友原来是谁？今晚古早外一书，你的朋友将来是谁？你的朋友将是谁？今晚古早外一书，你的朋友还是谁？今晚古早外一书，你的朋友已经是谁了？今晚古早外一书，你的朋友就要是谁了？好，这样秀兰姐，你刚刚是有口误像第4句还是第5句的你少了一个今晚古早外一书，还你少了那个都，今晚都古早外一书，这个第4句好像也少了，今晚古早外一书，你的朋友还是谁？你的朋友还是谁？对对对，好，谢谢秀兰姐。那我们请 Alex。嗨，基马姑米斯比达耶，军人是谁？那基马姑米斯比达耶，军人原来是谁？
啊，基马古米苏菲达耶，军人将是谁？基马后古米苏菲达耶，军人还是谁？基马多古米苏菲达耶，军人已经是谁了？啊，基马多古米苏菲达耶，军人就要是谁了？哦，我突然想到哦，我刚刚突然想到，我问一下保罗，你们军哎人怎么讲？你们军人骂那么，sabi tayo. 伟大呀？我们的是 Ni 一代， ni ni sabi tayo. 嘎宾嘎 Man, 嘎宾嘎骂那么 kaping 是 kaping 还刮病了。 kaping 是那个农民，想一下哈、哦，还有人讲刮病，嘎宾是那个，因为那个是翻译过来的嘛，以前那个清兵嘛，哎 kaping 啊，可是还有一后来好像个讲法形式，哎一代还一代哈，对，或者是 Misafidaya 嘛，刚 ni 刚 sabi Alex tayo. 刚刚 Alex 是讲 Misafidaya 嘛，哈 Sufi tayo. ，Sufidaya、Safidaya 都可以了。 Mga ay malacat方言别。想一下嘎宾，我好像印象中好像我们那边也有讲军人，就是也有讲嘎宾马嘎宾，然后好像是讲老兵吧，嘎宾这样， kaping 是那个老农民 kaping。就是老兵了，哎，那可是会习惯就把那个米萨菲达亚就讲成嘎宾，哎，就是会把它拿来用在当兵的这样子。对，我想起来，以前好像我们那边哦，哎，kita 那里当兵的都讲嘎病这样，就是但是会描述他去当兵吗？米萨皮达耶吉拉这样，他是在当兵的这样。哎如果简单讲那个军人的话，都会讲嘎病这样。 kaping。我们那边的嘎病是那个外省人，哎，kaping 外省人啊，对，老农民啊，老前但是面。因为我们有时候会拿来用那个，就拿来用军人去代替了，所以不管他是不是外省人都讲嘎病，因为他是军。ikut satu tahu kaping satu啊。像小时候那个海防那边都会在路上走嘛，我们都叫他嘎病啊，因为ira tu kuya kaping ni。因为以前我们也以为他是外省人了，因为我们都把那个军人都当作外省人讲，所以都叫嘎病这样子。我想起来了，好了，大概是这样子了哈。那不过现在我们就讲 Misafidaya 就好了。Misafidaya 了，可能比较清楚一点哦，比较确定这样。好的，其实都。Cimaku mama nukapa， 可以啊。青年之父是谁？那Cimaku mama nukapa， 青年之父原来是谁？Cimaku mama nukapa， 青年之父将是谁？Cimaku mama nukapa， 青年之父还是谁？Cimatuku mama nukapa， 青年之父已经是谁了？Cimatuku mama nukapa， 你就要是青年之父了。呢？你这个是肯定句，不，青年之父就要是谁了？这个有一点像我们就是要换谁的意思哦。Cimatuku， 那个青年要毕业了，又要换谁了？这样子要交接了啦。这个其实很简单哈，我们就往下。好，一样否定句了。否定句我们看一下哪边有不一样哈，其实也都一样。在爱嘎吉嘛，
那在爱嘎吉玛，在爱啊嘎吉玛，背一下哈。其实我们这样看哈，呀，我们再回头看这个哦，这个疑问句肯定句反而会不好的确认哦。就像你看这个否定句的话，你看那个嘎吉玛全部都是一样，就是否定词后面加嘎，那个吉玛全部前面再加嘎这样子。那现在就是时态的问题了。简单式就是没有时态哦，它本身就是现在简单，就是现在的这个时态。好，过去就是那在爱嘎吉玛，未来简单呢，在爱啊嘎吉玛，结束。好，现在完成式在爱后嘎吉玛，过去完成式在爱多嘎吉玛，未来完成式在爱多啊嘎吉玛，有没有？哦，我们就用你们刚刚造句的那个肯定句、肯定疑问句哦，然后我应该放这边好了。好，像我现在这个可能要稍微讲一下，刚刚说 Jimagisu 对不对？你是谁？Jimagisu 否定句的话，在 Aika Jimagisu 你不是那个谁。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呃，我们是这样子哦，我们直接从这个疑问句哦，直接疑问句我们就是换成这个刚刚那个哈，刚刚是直述句的哈，我们本来是这个疑问句，然后是问号哦，是一个问题，问别人的一个问题，现在变成一个直述句哦，然后用否定句，用否定的方式，就会变这样的哦。在爱卡奇马吉苏，应该怎么讲？像刚刚这个，我不要讲太多了，我怕会搞混哈，因为我也不是讲的很确定。我们直接把刚刚的问句哈变成直述句就好了。那直述句的话，用否定的方式，加上否定词，它就变成直述句。所以我呀都有在过有理在哟，在过理在都到哟。我呀个在这个理在过呢，说理那都有直述句过呢，哎。ketun sa na ito. 我12过呢哟，好，ketun sa na ito. 在过理在呢哦。哎，然后加上否定词这样，所以这个中文翻译哈，在爱嘎吉马吉苏，你不是那个谁了哈，那个谁，你不是谁，好像加上那个好像会比较好一点哦。你不是那个谁了，你不是他啦，你不是那个谁这样的，在爱嘎吉马吉苏这样，所以这个感觉上哈，就是有一点像在去。也不是指责别人啊，而是说，嗯，反而是在肯定这个人。比如说我在跟保罗说话，对不对？然后，保罗说我叫你讲话，然后你别别扭扭这样子，然后我说你不是那个谁，你要勇敢一点。再一个吉马基苏，就保罗基苏呢，再一个吉马基苏，对，就是那个，哎，是巴罗基苏啊，刚公路，对对对，就是这个感觉哈。哎，那后面都一样，这个那只有第二句哈，那放在前面，那在爱卡吉马基苏，你原来不是那个谁，后面全部一样，跟刚刚我们练习的那个，只是说那个中文翻译哈，就是用这个方式了。好，
一样都是妈妈把可以切吗？古尼那没有了，这个就变成可以啊。如果你说只爱嘎吉玛古妈妈那个爸，就变成青年之父不是那个谁，就会变这样子。哦，对对对对。那你要用那个吗？我怕你的那个会找不到那个感觉哦。我们用那我找个好了，不到哦。我们用后面这个主格哈，这个人称代名词，我们用我会简单找，我会用你，找不到那个感觉。我们用你我他就好了，或者是用你们他们我们这样子，用人称代名词比较会比较好理解。好像就是这个 gisu、jinra、zanra、gamu 也都可以哈，用那个单数、复数的人称代名词都可以，用 gagu 也可以啊，这个也是可以啊。找一个 jima gagu，那我不是那个谁谁谁这样，那么烂这样，我不是他这样哈，找一个 jima gagu，好，大概这样就理解了哈，这样可以理解哎那个意思哈。因为那个妈妈的嘎巴什么都用不上，你看你会怪怪的，搞混了，你会搞混了，怪怪的。我们就用那个人称代名词这样。好，那我们就开始吧。谁要开始？谁先？保罗先吗？然后那好，找到改哦。好，好乖哦。大家在个吉马古道基，老板不是那个谁。那在个吉马古道基，老板原来不是那个谁。在个吉马古道基，老板将不是那个谁。在后个吉马古道基，老板还不是那个谁。在多个吉马古道基，老板已经不是那个谁了。在多阿嘎吉马古道基，老板就要不是那个谁了。能够好，谢谢能够了哈。能够了，我想问你一下哈，像第一句啊，在个金马古道基哈，嗯我来问一下哦，嗯，你什么时候会讲这句话？就是在跟他的工人说话的时候，在个吉马古道基，不要。哎呀，歪你了啊！倒给过了那，就是他已经知道是那个老板，只是说不是任何人，就是他之前的那个老板就对了。像一般哈，像如果我们这样说话的话，其实有一点像你把心的倒 key 有没有？就是反而是好像在保护那个老板，在一个金马不倒 key，说可能有人在讲他的坏话了。然后我讲这句话，在一个金马不倒 key，就老板不是那个谁谁谁了，所以我讲这句话的时候，好像在保护他，有没有？帮那个老板说话，把柄，把心，好像是这种感觉，对不对？好，所以其实不管是这种感觉，我看这6句都有这样的感觉，只是说时态不同而已。好的，去，好的，그것도好的，20분。 그것도?那就바로 상. 바로다. 아이. 자기까지만 구임은 진짜 不是那个谁。那자기까지만 구임은 진짜原来不是那个谁。자기까지만 구임은你진짜将不是那个谁。자기까지만 구임은 진짜还不是那个谁。자기까지만 구임은 진짜已经不是那个谁了。자기까지만 구임은你就진짜就要不是那个谁了。
好，谢谢保罗。保罗，像这边呢，因为你用的那个后面那个名词是一梦嘛，哎可，是这个一梦，跟刚刚那个像那个如果他使用那个导记哈，一般我们会说的导记，我们会导记一般都是我们认识的哈。哎如果，mana nama itu？可是你讲一梦哈，你不一定认，因为你没有讲说古拉一梦，古尼一梦，哦，所以你只有讲一梦哦。你说你看像你的第一句，在嘎吉嘛古一梦，你讲一梦而已哦。哎，那个孤是那个普通名词的各位标记嘛。古一梦的话，这个一梦指的是通称呢，就是任何一个，就是马扎泰武 kepulungan imeng，还警察的警察，可是这边这边最好是要有那种指定的，古尼一梦这样，或者是古老一梦这样，有指， kura imeng，哎， saya 就是有 kasih kura imeng，这样就很顺了，对，没有加那个古拉或古尼哈，哎，对，就很奇怪，因为你怎么没有加？ saya kasih kura imeng，对对对，就是我要讲的感觉就是这样子，哎，就是你要加那个kura lah，古拉、古尼、古亚也可以，三个嘛，古尼、古亚、古拉。哎，古亚喊就是在个阿拉维达，就是那个一梦阿维达的眼前的米达里。cakap ayau itu kita，哎，对啦，我是古拉一梦啊，你特地还是喂，哎，特地还是古尼一梦这样子哦，就是要有指定的这样。哎啦，所以如果没有指定的话就很奇怪这样。好了，这秀兰姐多少？这爱嘎吉玛古亚一信，对，医生不是那个谁。那这爱嘎吉玛古亚一信原来不是那个谁。这爱嘎吉玛古亚一信，医生将不是那个谁。这爱后嘎吉玛古亚一信。医生还不是那个谁，在爱杜嘎吉玛古亚一信，医生已经不是那个谁了，在爱杜啊嘎吉玛古亚一信，医生就要不是那个谁了。好，以上，谢谢秀兰姐。那我们再请 Alex。是伊拉国哪里在哪个？哎。这个状况，它是你不是那个谁，它是用在正面的情况，还是用在负面的情况都可以吗？其实都可以啊。哦，其实像正面的话，就是有点像说为这个人说话嘛，他不是，可是这个要比较的，就是说如果你知道这个人啊，比如说哈。我讲那个，如果那个谁，我讲的那个谁，那个要吉玛阿里，我可能不表明他，就是我不讲他的名字了。我讲说来一个吉玛，就是他可以是代表任何人，可是这个任何人如果他是很差的，那我表示我是在保护。哦，对。那如果是他是很好的，比如说他是很好的啊，这个吉玛，那好像我在审那个人一样，有没有？哦，要有是比较出来的哦，所以正面负面都可以哦。马哈那要扎，来，换我，在嘎吉玛嘎木，你们不是那个谁，那在嘎吉玛嘎木，你们原来不是那个谁，在呀嘎吉玛嘎木，你们将不是那个谁，在后嘎吉玛嘎木。你们还不是那个谁，在多嘎吉玛嘎木，你们已经不是那个谁了，在多啊嘎吉玛嘎木，你们就不要是那个谁了。好，谢谢 Alex。那这个我想我们大家还是一样，因为既然学了这个时态的这个使用的方法，我们再去理解一下。
就是刚刚其实 Alex 问了一个蛮好的问题哦，到底是褒还是贬哦？其实还是要看那个现场的处境，然后第二个就是语气。像如果我用刚刚那个 Alex 的那个的例句哈，在一个起码感目，你用感目对不对？在一个起码感目，我巴鲁斯你听听看哈。好如果我来说听。我用笔数好了，我就用这一句了。好，巴鲁斯在一个起码笔数，你觉得你的感觉是什么？我的感觉说你把我当自己人啊，那我再在个翻译，起码技术，对啊，你把我当自己人啊，好像在一个当起码自己的，笔数。哎如果这样讲呢，在一个起码笔数，那就有一点扁了。所以今天是语气的问题，对不对？语调了，语调。所以那个 Alex，所以还是要靠语调、语气。哦，在个起码技术，那个就是说，哎，你就是我的亲人那种感觉。对，在一个起码笔数，就这个就有一点你不是那个谁了，你不是，有一点扁了啦，对，有点那个把它贬低了啦。轻视的感觉。来，可是所以你好像有看，点像那个路人甲一样，对，所以那对不个对啊？路人甲，你看哦哎，那个讲的都是一样哦，那个字一模一样，可是还是要靠语调语气。对语调所以那个还是要看那个，因为我们现在用讲的没有那个处境哦，会有时候会比较很难分辨。我们在面对面，然后什么，然后我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其实就会很清楚了。对了，伊大地哎黑山海，在个起码技术，那个意思就是说，哎，你就是我的家人那种感觉在里面。所以这个还是要看现场的处境跟语气这样子。这样 Alex 可以知道哈。はい、パパライト学校。好，我们再继续往下。好，这个一样70句哦，也是用用吉嘛，这个一样是3个哈。那反正记得70句的话，我们都是嘎，好嘎，前面加嘎这样子。好，吉嘛，现在简单的嘎吉嘛，然后现在完成是嘎吉嘛后，未来完成是嘎吉嘛度，这样的3个。所以70句都是3个，对不对？我们从以前上到70句都是3个。好，我们来看看好。所以这个跟刚刚的是一样，只是70句而已。吉吗？拜托是那个谁？这个要稍微消化一下哈。完成式呢？吉吗后，拜托还是那个谁？这个就很好理解哈。吉吗度，拜托就是那个谁。好，这个有点，我想一下，这个好像是在我想一下，我们一开始在学那个起始句的时候，有点像那个呀，我们回想一下哈，我们有一次讲那个高星系有没有？高星系高无信息，高发黑。对，我们在练习那个的时候，我那时候不是讲说，他不是说叫你成为老师，是我要选项有没有？可能有很多职业啊，高薪息后高薪息度有没有？不是要当老师，而是说是老师这个选择这样子哦。那这个也是一样，嘎吉嘛，就是拜托是那个谁这样，就是没有指明是谁啦，但是是用那个呀，我来担到嘞呀吉嘛担到嘎吉嘛这样子，嘎吉嘛都换是谁了？嘎吉嘛哦，
拜托还是那个谁这样子，这样可以理解吗？这个意思？吉玛，拜托是那个谁？那个，嗯，我直接问好了。我刚刚这样解释，听不懂的举手。哎，我明白干嘛呀呢？哦，所以都听得懂哦。好，那我们来看哈，这个要怎么练习？嘎吉玛，嘎吉玛，好，我们这样子好了，因为我们现在是使用这个吉玛嘛，哈，如果要换的话，好，这样子啦，我们一样直接就做练习，那我们就把这个吉玛换成人名。我想一下哦，换成人名就好了。因为如果说换成人名了，因为换成那个普通名词的话，很难。换成普通名词的话，又会跟我们之前那个一样，搞无一梦有没有那个搞无形系那个一样？所以我们现在是用吉玛嘛，嘎吉扎拉，嘎吉巴鲁斯，嘎吉巴鲁，哎，对对对，那这样就很简单了，我们就练习吧，然后把这个中文翻译背起，习惯一下就好了。好，那怎么搞哟？搞多了，嘎吉巴鲁，拜托是巴鲁，拜托那个是巴鲁，哎，所以这个巴洛索，我跟你讲哦，这个是选择哦。比如说，这个感觉好像就是说，可能有好几个人，你把三个给算难，但你指定一个啊，可去巴洛斯，拜托是巴洛斯啊，我们把三个困难这样有没有？拜托是巴洛斯这样，哦，然后可去巴洛斯，拜托还是巴洛斯，可去巴洛斯度，拜托就是巴洛斯了，这样的。这样可以理解哦。完了，我选择过来又好，选择，哎，你可以加那个词句了，后面的你解释多了一样，都你要怎么讲的？我先。反正是有人解析好了。嘎吉斯拉古巴布鲁埃，拜托，是什拉报告。嘎吉斯拉后古巴布鲁埃，拜托，还是什拉报告。嘎吉斯拉多古巴布鲁埃，拜托就是什拉报告了，哎，像可以吧？哎，可以谢谢向姐，我想要确定一下哈，你说那个报告是 bablu 哦，哎，也所以那可以啊。个八是前缀是不是？哎，巴布鲁，所以是不是应该要那个要 mi bablu？哎，比巴布鲁，吉米巴布鲁埃还。不Gisela ko mi papaluay. 哎，是不是应该 Gisela ko mi papaluay. bablu？mi papaluay. 就是还报告的人，拜托是 Sela. 是报告的人，对，拜托是 Sela 报告的人。巴布鲁埃，哎，
mi papeluai 嘛吼，还还米加巴布鲁埃，还米巴布鲁埃，不是按， gaji serat ho ko mi papeluai，对不对哎，哈还？gaji serat to ko mi papeluai，好，还拜托就是 serat 报告了，就这样。还对，是啊，哎，什么都阿papa kentah, 那还个呢，我这个鸡缸呢， mga itu awat tu, 哎，好了，其实多少？ man, 你好了吗？ jauh, 哎，其实都， 小乖 nukul, 乖哦， nukul lah, mana aku masalah nukul, 来吧，哎，大吉努过了过罗马西欧，还是啊，拜托是努过了唱歌，大吉努过了过罗马西欧，拜托还是努过了唱歌， acha, 大吉哎，大吉努过了过罗马西欧，拜托就是努过了唱歌了哎， ，OK，那够了，哎，你看哦，我这样，你看我讲的哦，而且那过了过，加入过，拉鲁马西欧应该是要加拉才哎对，，过加入过拉鲁马西欧，拉鲁马西欧， lalu masih, 而且那过了后过拉鲁马西欧， 拉鲁马西 lalu 欧， masih, 哎，老师也可以这样子哈 tu, ，rumadi Lalu y 也 Mateo 可以哦，chino kulko rumadi y 也可以嘛，过了马西欧，对啊，也可以哈。哎，因为那个我唱歌嘛，鲁马西外就是指我，这个跟这个人刚刚那唱歌嘛个跟刚刚那个谁，诶刚刚全部都给他去秀兰姐，她用那个咪慢行给咪巴布鲁埃咪慢了， mi 40, mi man hanggulan, mi 报告了，巴布鲁埃哎，她用咪嘛，可是你那个拉蒂它是中缀，所以要用鲁马西外， 西外， lu masih wai, 它是用中缀，不是咪跟妈哈，是用中缀的鲁那个 OM 有没有鲁马西外这样？哎，老师，我的也可以变成 mi papelu i 也可以哈。对啊，我们刚刚不是讲说我们刚刚就已经结论了，就是 mi 40 wai 啊，就是要加那个咪咪跟咪型 i 的就这样咪， mi 加 i 啊，哎可是哎，我的应该要拉鲁马西欧，不能加爱，古拉鲁马西欧。拉鲁马西欧，可是你看哦，我们来看看这个嘎吉玛是拜托是那个谁哦，吉玛哦，拉鲁马西欧我们过来打，我有动词过来呢，拉鲁马西欧，所以古拉鲁马西外才对啊， Kacinu lalu mati wai, 拜托拜托是唱歌的人，人什么叫唱歌的人是那个努过的这样子，是拜托，努过，哎，所以你那个努过了，拜托唱歌的人是努过了，是不是？哎，所以那个鲁马西外里，所以要变成他是一个人，因为你是努过嘛，那个人是努过那个人嘛，所以要用那个鲁马西外，而且努过了古鲁马西外这样子，哎，tadi untuk nukul, 哎，看，巴西外，好，哦，刚好时间到了，那你能够唱一首歌结束。han pisang ke cah kapancal. 那个罗马六啊，该都给结束哟，该都别结束。好了，那个我们今天最后一个范例哈，那个 Alex 没有练习到，没有关系哈，大概是这样的感觉哈。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因为时间已经到了哈。安守在古比那米大多主要人的帮助好，下课都给他。Hai, 拜拜，哎，谢谢阿拉南古感冒。哎，拜拜。